后来过来这件嘛是发生伫新北市的新庄，一个太太甲一个生婚的男子伫行路时阵无小心去下磕到，两个人起口角，这个太太呛讲要来报警，对方真不满哦，竟然摕迄种弹簧刀、剪仔刀，为这个太太的尻川皮甲堵3下，佮甲喷辣椒水，走离开现场。警方调监视器，两个伫这个2点钟内都抓到嫌犯了。负责人方攻击，想要对外口闪一个无细儿童跋伫涂骹，不过查甫人无愿意放手，继续甲虐。唔但对负责人堵3刀，佮摕咸椒水对负责人的面喷，争取逃走的时间。3年了，多年了，打来说，你们那边有砍人，你们那边有怎样？当时负责人拄做好美容，准备要去牵车路啊，弄到无熟悉查甫人，两个人去冤家，负责人佮认着人。因为年轻妇人之前跟别人有嫌隙。 外形跟这个洛姓男子十分相似，所以导致他就误认，然后情绪激动，大声咆哮，说要报警。因为认唔到人，警方走去指认的对象厝内要去抓人，调监视器画面犯对方无出门，随调整办案的方向。虽然嫌犯是用行离开现场，相对较歹追查，附近人佫认唔到人，不过好加在伫警方的追查，短短2点钟内就抓到伤害案的嫌犯。